我喜欢来海边，可能跟以前住的地方有关系。以前住的地方就是很靠海，然后我们的交通工具呢就是划船，所以我喜欢海。然后它有一个很辽阔的感觉，这样。我是民国85年嫁来台湾的，早期是因为流行，应该说流行哈，二年的时候吼嫁来台湾。嫁来台湾是因为讲，来台湾转移之后，做得到阿爸咩喜信母啊，吼，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啊，这样。后来就选了一个男生，感觉比较不挑剔自己的人。订了婚之后，当然就心情不好嘛，你就开始想象说，你一个人要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它长怎样我都不知道的一个国家，那我就来了嘛。顶多那就死在台湾就好了嘛，对不对？不好就死在台湾。那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然后就这样就嫁来台湾。对，就抱持这样的心情就来了，对。来台湾还好，一下飞机的时候，台湾很美，很干净，它跟印尼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从桃园机场下飞机以后，因为转机吧，转机后到一定飞机就来到花莲。然后呢，那时候就说好，还来抽차，抽计程车，就来到寿丰。差很快都引乡下吧，我都想讲，我到底会先来吼？你有去的讲，从那么都市的地方，然后来到一个很乡下，因为那时候也说很多女孩子回去也讲不能骗来嘛哈，就会讲本来讲讲结不较安和，结果来到台湾是讲我嘅生活很辛苦，又种田又住个铁皮屋这样哈，然后就开始心里有一点不安呐吼。可是没办法，你还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只能就来了嘛，这样，然后就来到丰田，来到寿丰这样，对。Nama saya Yang Xuexia, aku datang ke Taiwan sudah 25 tahun. Saya tinggal di Fonglim的客家庄。应该是说。自己有真正在接触工作以后了，因为早期在家里面啊，就是带小孩当家庭主妇嘛。那当家庭主妇的话，其实我很少外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啊，不爱外出跟人家互动的人，所以其实我也不会感觉这个世界多美好。那我会出来的话，就是带小孩子出来晃晃，然后去逛逛这样。那我也不会去体会这个地方所谓的好山好水啊，去之类的。那是因为工作嘛。工作以后，你就要到台北啊、桃园啊、台南啊哪里的开会，去这些地方开会，因为有移动了之后有所谓的比较，你就会发现花莲很棒，我还是喜欢花莲，对。现在我们要去光复，光复呢是我先生摆摊的地方，那其实。我先生是会到处摆摊嘛，然后他今天摆光复这样，然后有时候他会去我们凤林啊、花莲啊，然后反正各个地方跑，包含玉里这样。然后今天在光复，光复的话就比较近嘛，我就可以去帮他。我老公摆摊，我平常不会跟啦，就是我有空啦，就没有在上班的时间就会去帮他。那还有一个就是过年的时阵啊，过年喊我喊嘛就3年。做唔耐啊，就袂落去天寿。我17歲來台灣嘛吼，來台灣結婚以後，差唔多鐵業團婚姻差唔多16年吧，16年啊，染婚到的就分開了嘛吼。那你行嘅啦，你就老公是我都冇講真緊去結婚啦，不過都像兩公婆一樣互相照顧啦。我實際 差唔多幾多年？9年嘞吧，8、9年嘞。
啊，是其实因为เรากินไม่花，因为我本来都很爱花的人啊，不爱跟玫瑰花，佢時常愛擺花，เรากินไม่花，啊，去到了月來2-3晚就還要買我個。哦，那再補一顆。係啊，哎，你們這生意。因為土時啊，收起來。你要哪一顆？肚子。你要什麼？櫻花。富士櫻。对啊，这富士櫻，很漂亮的。这是八重，八重是那种比较桃红色。这个有了。你有了呀？啊，这比较粉色。这个比较，这比较红，然后这个比较白。对啊，我们会带财来。没有，我就这边做很久了，做96年做到现在嘛。对啊，就已经有基本的客户了。阿姐看看要什么吗？小盆的玫瑰花吗？对了，但是光复跟凤梨是比较经常的，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啊，如果说要家里有事，比较回去也比较快一点。啊，其他地方比较远嘛，比较远的话就是久去一次。对啊。他每一批来在我身边，我有跟他讲说啊，树苗大概怎么介绍啊？啊，第一个树种嘛，树种不能骗人嘛，就是说你要知道了解这个树，像它是属于那个乔木、灌木，它是属于全日照、半日照的一些树种，它也是要去了解的。好，像这种啊，就是叶子比较厚的，好，叶子厚的植物，就是不喜欢太多水分的植物。所以呢，你要照顾这种植物呢，就是不能太多水，不需要每天浇水。你每天浇水，它绝对烂根给你看。卖的东西啊，就水果苗啊，一些东南亚品系的一些的果树，还有一些花卉啊，就大概就这些啊。灌木啊、乔木的这些部分的树种我都有卖，造林的树我也有卖。现在很流行，这是小叶兰。对啊，雪霞本身来讲，就是休假的时候，就是会跟出来陪我一起卖花这样子，卖树苗了。但是也要他有空啊。如果他雪霞很累的话，我就说呢，你就在家里就好了。对，然后看他自己的状况，不是说每次休假雪霞都会跟着出来。啊，2-3年总比3年嘛好嘛，错冇？系啊，啊，自家細門人你們講吼，他在夏天吼。啊，人都不下不來門啊，用現啊，錯。老闆，謝謝哦。拿照片。哎呀，這裡。不是，它都會這樣開嗎？會啊。會這樣開啊。可是你要給它施肥跟澆水哦。這個擺攤啊，因為這是路邊嘛，吼，沒有人檢舉就沒有事嘛，有人檢舉就有事嘛。那你這些位置都可以排，那你早一點來，你想要哪個位置啊，你就去排這樣，因為它不用付費。对，那当然说，如果有警察来劝的话，你就必须离开这样。那我们是以说不会说妨碍到交通嘛？那个西门町嘛，他们也不是不能摆摊。我记得我们有时候去逛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警察一来吹哔哔的时候，他们就会推着车到处跑这样。我也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们怎么那么辛苦啊？摆摊摆成这样，对不对？可是后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你好，他需要什么吗？我就看到你帮你捧场，他是给我40块。好，那就给你，如果要我就给你45，但是颜色就没有办法说你要对，我也这么想啊。这2年来啊，其实因为疫情啊，影响很大。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应该所有人都一样。可是我们就是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他可以选择不要，他没有一定要。可是你如果像细的，你挺3串而细嘛，他们摸细不都是要死啊。不过那种熟的东西，俺摸切俺就唔会卖嘛，没必要俺做的唔会出来让你接触嘛，是吗？其实这2年影响很大，非常大。苗很漂亮，应该短少掉1/3有吧？有啊。没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做完，没有不做也不行。对啊，就节省一点呢，哎呀，节省一些开销啊。那边被5斤的狗去了。哦，所以你早上来就没味了。对啊。帮忙来的时候就没味了。它睡觉了。哦，这样也可以啊，至少。阿锦，
爱婷还在25号吗？没有，我锁。哎，对，不是那个，你直接关上而已吗？对啊，对，因为那个谁，玉香说她煮好的菜，她说会被猫吃掉，所以要拿来放。对啊，为什么还没有？我记得好像有。这里是我上班地方，那你看到你地边人啊，拢是很爱伙伴啊，每讲同事啊哈，因为一起做社区的嘛哈，那看起来合啦，所以出去都人哈多哈闹热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个工作项目，比如讲好地边该做环境相关的，那这里是文化相关，做社造相关的，文化局的案子。我本身呢是做新住民的，我咧这边呢做新住民的一天命还是啥嘛？其实是讲主要就是爱咱爱组长和番宣，那俺和人家伙伴都还蛮根本强加莫来。因为你有一个地方写，我咧做新住民啊，主要是讲新住民来台湾以后啊，就会讲是一个台湾的个文化嘛老老公乡下乡厝的个生法啊样。因为夫妻两三穷哈，总会有不同国家的，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嘛。那我们也会协助这一块，然后，那我们厉害又做就是讲，一个补课做访视，然后还有做中文师资班，这是下主要的啦。那再来就讲记得係講有問題，比如講辦身份證啦，你嘛個問題嘛為嚟簽嗌係停機到佢講樣辦盤，我現來盤嘛計樣你要上課就坐在那種時數嘛，時數就坐在去盤身份證用樣你要拿去嗎？不用。你幫我跟他說馬上對啊，等一下我們都要過去。所以10400要扣掉。8年的姊妹是台6的下到的，第1的台6的，第2的越南的，第3都印尼的。像兩片的話就越南的下到，小鳳的越南都下到了，鳳林都印尼下到。花蓮冇工廠，大部分都係嫁過來的。早期的姊妹回來台灣是因為原生家庭就是生活比較辛苦。說實話啦，我會來台灣也是因為父母想要改善家裡的經濟關係，所以才希望女兒嫁來台灣。早期的台灣就是務農時代，比較做農的比較多嘛，那也都會真的是比較辛苦啦。那現在的姐妹每個人都很厲害，以前我們語言不通，也不知道怎麼溝通啊，只能比手畫腳。現在手機拿起來 ，Google 翻譯一下就解決啦，對不對？再難的語言也都可以翻啊，現在 Google 那麼方便。以前我們要打一通電話就要去雜貨店買電話卡，然後呢，你又在公共電話那邊打，或是家用電話打，然後你可能講個2分鐘，這200塊就用完了，這樣。沒有，他在等美學要開會。我不希望虛晃開會，是真的要開會講。我時間沒有很閒呢。你要帶輔導團的，還是他一定要知道的？他一定要知道，他必須知道他的計劃啊。你下係我哋有塊工作的會議，工作會議因為我哋接落個社區防暴嘅計劃嘛，那你係我工作夥伴，有冇嘉瑩？那另外執行秘書、協會秘書叫雅凡姐。好，那我們再來看中高齡跟社區居民嘛。中高齡跟社區居民，我認識雅凡姐從民國87年，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女理協會，然後我是他們的關懷訪視的人，我們的個案，對，雅凡姐的個案，然後她就散步時去我家訪視，然後那時候覺得她很煩，因為會去煩我這樣，後來就反正他們來了就問一些問題嘛，然後就掛着政府單位，就不能不接受她這樣。然後後來就參與他一些課程，開一些手工課程，然後就當他們的那個臨時的老師。沒有的話，這是講師啊 ，DIY 講師。跟崇義他們那些的場次裡面都可以做完。社區兒童，所謂的早期就是民國70幾年、80幾年那時候開始就有大量的新住民進來嘛。那我們可以看看那個年代的，在鄉村呢，大概能夠守在鄉村的幾乎沒有年輕人。那大概就是中壯年，要不然就身心障礙的，要不然就是老年。老年他
他可能就是老婆走了，他想要有第二春，但是在那时候老婆走了，想要有第二春，其实是在那个年代被怂恿出来，因为就会看到有人是要娶那个新住民进来，好像蛮容易的，只要几十万嘛，就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嘛。我觉得那个是被那个市场导引出来的一个结果，不是说那时候他们就真的要这么做这样，但是有那个市场机制，就像那个情人节一定要送花这个，被市场操作出来的。那这个花就是会有一个主花，然后之后外面的配花，我们就可以去外面采花了。如果他回去印尼是这么单纯的话，其实我就会让他回去印尼，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他有一个点，他放不下他的小孩。我觉得离婚前他说真的很年轻，听话温顺，然后聪明这个本来就在的，然后学东西技术很快，然后不认输。你看他去念小学，去念国中，就知道不认输，这个他都基本条件都会在。那你要不要在我牛犁协会上班？那我问你，如果你在我协会上班，你经不经得起人家的那些风言风语啊、谣言啊，或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话啊？这样，他说他不在乎这些。你来了，你为什么思思那么可怜啊？你走路哦。好了，我等下带你回去。啊，你怎么来？哦，好了，可怜的家伙。好了，我等下载你回去。有车呢，我也想有车。啊，你不是骑单车？哪有？你的单车呢？太久没动了。哦，你们多久没有见面？半年有啊。不是，是吗？差不多了吧？暑假啦。对啊，上次是暑假到现在。啊，暑假啦。他在台中很远呢，要翻山越岭呢，知道吗？你过来找我。我觉得去那边是辛苦。中横过去就到了。他还给我骑摩托车从中横骑回来。所以旁边这个呢，很爱来的，两个天夜来，按个台仔来到台北，天夜来呢到台中读书，啊根本也转来买，转来聊，啊佢係咪再去轉？哦來吼，讀書無限，邊個香港無限？佢講吼，阿媽你去看嗌吼，你就來台中簽嗌佢講，嗌講嚟阿妹簽嚟咩嚟轉嚟看阿妹，阿講阿冇好，哦來吼。没时间哦。妈妈那时候来当志工啊，那时候很黏妈妈，然后就妈妈找哪里就跟到哪里，所以她来当志工的时候就跟她一起来当志工这样子。那到后来久而久之，这就慢慢变成一种常态性的一种志工的活动的感觉，就是会开始慢慢的在协会里面当志工。对，那时候其实选科系的时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当然是做志工做久了，就久而久之有朝那个方向，想朝那个方向前进的一个想法。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吧，因为家庭或多或少对我来说，其实有一个挺大的影响。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时候觉得说，想要去走社工这条路，然后去觉得说，希望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或是去带给别人什么事情这样子。是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其实也还好因为比起新二代的身份，其实更多时候我会被关注到的身份是爸爸是聋哑人士的这个身份情况下，比较多时候是这个身份在我身上，而新二代反而会被比较容易掩盖回去。对。你等一下要来吗，儿子？你们等一下还要排他吗？没有的话，我就让他在家了，不然我还要出来载他，很辛苦呢。好，好啦，等一下后面还没有人来的，因为我说7点要准时嘛。艾婷，你帮我去办公室拿笔。不用，这边有笔了，我都准备了。哦，你都准备好了哦，你看。
根本呢，迄一个节日是送课送1年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过年，所以呢，中文班先休息到2月8号，2月8号就会开始上课。我们的新生写答案就好，学长姐要整个写下来，然后等一下要照片。好，来，你觉得是左边还是右边？请把正确的答案。右边。正确答案。你很厉害了。讲到中文课呢，其实是我从我嫁过来台湾的第3年是第4年，我就开始参加凤梨国小一个张月儿老师办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政府还没有推动新住民的那个中文课这一块，可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呢，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新住民已经陆陆续续嫁过来，声音呢本来是用出来细而读小学了嘛，读小学以后先生就讲，你声音转去啊，无人教佢写功课，然后佢就讲啊，用班转去都冇写功课呢，佢又发现讲，原来是按多係新住民的声音呢。所以个老师都讲好啦，佢讲安样迄我免费开班，半夜都来上课。那个去到安样迄个教学啊，还有意义，因为有慢讲，从1年、2年、3年比照国小学生的程度去。一方面是讲，让新住民地讲，这4年度台湾读书系安样读起来的。啊，再来一个是讲，安样有基础，哦，那有基础，就慢慢的慢慢的吐，安样吐上去。来你们2个派一个。要打勾吗？圈起来，把正确的圈起来。哎，我帮你。根本日他冇強調是講，佢嘅勞工成年強下出來，撈大家強下。本嘅勞工撈嘅成年啲講，嘅咩都了解呢，真經學出書嘅，咩講來教嘅，咁樣。我也是在这个中文班花了很多心力嘛，当然就是说你要维持一个正常中文班的运作，就是很多单位它可能就是政府有给经费，它就可以开课。那如果政府没有给经费，它就停了。所以每一年导致成它就不断的重复开始。可是我为了让这个中文班可以持续，而且是渐进式的，从1年级到6年级都可以持续上课，甚至到6年级之后，我还可以协助你去补考试，就是去那个叫什么报名参加那个等同学历认证考试，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读国中补校。那为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写了很多的不同部门的计划。上课的条件很简单，课本免钱，来上课免钱。再来就是我会上课的条件，不可以聊天，这是我个人对他们所有人的要求，而且他们配合得非常好。因为我希望来这里上课的人，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说？你白天要工作，那你要花时间在这里。然后你要2个小时在那边读书，然后结果你是来聊天，那你就回家聊天就好了，对不对？我是这么觉得啦。老师非常照顾这群新住民，真的，他真的是，他从东马过来也要时间，他白天要在学校教课，然后有时候要当我们的翻译员，其实还蛮辛苦的。我知道大家都会讲美丽，都会讲漂亮，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要让自己讲的话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就不要只用漂亮跟美丽，它为什么漂亮？它为什么美丽？把那个理由点出来。我来教应该到今年的话要算第4还是第5年了。哎，那来的话最主要是因为雪霞的邀请，那我就想说，既然雪霞这么有心，姐妹们也想要在进入家庭之后能够继续有个学习的地方，那我想说我能帮忙，我就尽量提供我能力所及的服务，所以就过来了。当然啦，就是姐妹们比较没有办法像小学生这样说有固定的时间，然后就可以每天去完成功课。他们常常来就是老师对不起我没有写功课，那可是我真的觉得写功课这件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在别人都吃完饭休息了去看电视追剧的时候，他们却愿意开半个小时或甚至于更久的车，然后来这边这样子每周不间断的来上课，我真的觉得那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做的蛋糕的模样很漂亮。而且我发现有2个老外。啊，係每個人，佢講吼，佢去按多地方啊，冇法度適應，你每個先生啊，冇法度用國語解說，用英文解說講呢句話嘛嘅意思。啊，英文嘅咧係長嘅，家都佢嘅專長係教英文，所以佢咪用英文撈佢講過，啊叫做全翻譯。Hey guys, please speak Chinese. Well, can I speak Chinese? I understand a little. You speak Chinese? 不是，我不是。老师可以协助我吗？他知道我说的不好。Hey guys, please speak Chinese. Well, can I speak Chinese? I understand a little. You speak Chinese? 不是，我不是。老师可以协助我吗？他知道我说的不好。你是我说的不好，你来。我就是现在就是2年级班，可是我是1年级班学生。那你来台湾多久了？台湾吗？你来台湾多久了5年。他是从美国加州北加州来的，然后来台湾，我们在这边务农，大概5年多，快6年。他已经学蛮久了，大概前后也学了快3年。所以影响大的是重嘛，对不对？影响小的是不是就是轻，对不对？啊。佢啊，我笑好冇簡單啦吼，佢係2年嘛，好啊，家陣嘅半樣，啊兩公婆都係2年，佢白天去做事，那暗晡頭可能來上課，冇來上課可能我很會唔滿意，你知道嗎？因為學校會罵人講，你冇來，你知道嗎？因為我們要寫要從那個 b 嘛，對不對？然後我進來寫就，反正。讀一下子就那個他們就讀過了讀過了啦，然後我沒有讀到啊，然後就感覺讀下去很頭痛。有時候是他就是工作有沒有，他說太忙了，最近比較忙，對啊，他就懶的，他說很累，所以他又沒有來上課。就會有好處就是天潤烘啊，就是放什麼東西就對了啦，方便，我們自己會用。填，像那天我去鎮公所嘛，弄他的東西也是自己填啊。因為，然後我把它拿過來，這裡很多人。好，來，你再注意講來，你們他該不會不會？好，他聽不懂哦。這個最原來的，他是從光復，我覺得很感動是，他幾乎每個禮拜二，從他知道我有開中文班以後，他每個禮拜二都來學習。我就參加那個新住民活動那些，才會認識他。對，然後說真的很後悔太慢的認識。學中文的好處哦，在這邊四處都可以不用迷路了，就可以跟先生一起看報紙。對。对，就这样，可以跟先生讨论新闻，这样。那个红包这里是那个方轩说要给大家的，我待会再给大家。没有钱啊？没有钱。我要说一下这个红包，红包呢是我们协会自己做的。一样时间嘛？对，一样时间。然后再来相片的收集很重要。根本人哦，你下我带你到去个原住民的部落。我们姐妹有写一张计划啊，讲要去原住民的部落吼，到几条老几条做交流啊，然后其实个阿美族的文化啊，个语言啊吼，讲的尾啊，老一年的尾。有程度係相同的這種的啊，很有趣的，然後佢哋就講啊，我下一隻計劃書啊，申請講師費啊，一點嘅材料費啊，然後去到部落做交流啊，咁樣啊，啊，根本日一個去林雅部落，都牛力嗰片，第下去嘅呢度啲。所以你們是同一個簡報還是不同簡報？同一個簡報。所以是前面他會講，然後後面你講。我們兩個一搭一唱啊。然後美食是地位講，地位跟 CD 講。然後今天是做保灣。對。
那你们今天讲印尼爪哇的故事。对，因为前面我会跟长辈说，我们印尼在哪里呀？有几个岛啊？人口有多少啊？就这样嘛。不行，他就会逼你啊。我见到你，满心欢喜欢迎你，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好，很感谢哈，欢迎你们，谢谢。那我们的麦克风在这里，好，谢谢。根本这堂课程啊，哈，是爱听绕美君主要负责人，所以他等一下会由他们两个来开场。对，因为这个计划里面我是辅导者，所以我会今天观课，他们两个上课。对。好，我们有没有看过我？还记得吗？我们这里忘记了，哎呦，忘记了怎么办？我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王爱玲。张美娟，我爱你。张美娟，我爱你。等一下，哇，因为你那边，哎呀，阿哥，你就是看钱了。没有啊。没有吗？好啦，那我们是新住民推广文化的，对，我们的团队就是印尼工协团，我们团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什么？印尼文化，印尼文化，还有印尼美食，对，所以在前面呢，我们就是会带大家来认识印尼，还有后面也是会会讲故事给大家听。好，然后这个山呢，它是活火山，大家知道活火山会怎么样？会火山爆发。那有了这个传说，大家都会去那边看看这个地方长得怎么样，到底有没有跟这个一样呢？好，这个传说是说什么？整个这个计划里面最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之后要缴交的成果是一部影片。那当然是到每一个部落里面，他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叫做拍影片的人，要最少要有拍照的人，因为照片你还是可以做影片嘛。可是他今天完全没有这样的安排，就是已经在这个计划里面，他之后要做成果就是困境。结果你知道谁捡到吗？爱婷跟美君是从105年开始，他真的跟很久了，我也待很久了。那对他们来说，今年是第一次自己去处理跟执行，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啦，因为愿意踏出这一步也不容易嘛吼。那准备的凌乱没有关系，反正就一次的检讨嘛。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跟他们嘛，然后才发现问题，才有办法帮他们做一个检讨的动作。那平常如果没有跟，我就没有办法帮他们做检讨的动作这样子。你们也要帮忙啊！今天很多人来，最多人的站，对，平常是大概20几个，今天接近他说快60个了，所以今天最多人。放进去哪一些？我觉得这边的长辈都是很活泼。像做美食也是，他们就是跟他们互动有没有也是都是很不错，很开心啊。可能前面也是因为怕时间的问题啊，还有就是紧张啦，对，因为写下来抽查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一点紧张。而且他还跟你讲说你都忘了拍照，是不是？对，拍照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分配好了，可能他们也是紧张，就是忘记了。好，我下次来你再做给我吃。看到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好啦，给你喜欢。好，下次我带更好的礼物哈，有猜对我的名字来自哪里，我再送给大家，这样可以吗？好，那今天谢谢大家喽哈，谢谢。好，来，针对今天去林雅部落的课程后，就是
我观课之后的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其实没有要检讨任何人哈，透过这样的观课，然后希望就是我们的课程之后的代课里面会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是30几个人，然后今天忽然就是这个站比较大，然后刚好就是安排到今天。这种站60个人真的很少，很少会有60个人的站。这个计划里面你要教的东西，教给辅导团的东西是什么吗？不太清楚。你要教的报告成果是什么？就是影片啊，影片。好，很好。好，那我问一下，你今天有录影吗？有在地位那边。录的。对。你架在哪里？就是他这样拿来拿去。哎，我真的是。好来，其实本来从不敢拿麦克风开始啊，讲真紧的啦新住民来台湾，他如果要站在舞台上可以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不要看美军，美军本来是很害羞去讲话，谁上来唱歌，你嘛该唱个硬上，谁上来了。去做在唱根本样讲法，台上去到台前，然后面对60只长辈那样讲话，已经很不容易了，蛮无简单啦，还气到了这个是我觉得我给他们大大的鼓励啦。所以今天呢虽然我讲话很直接，然后或许很伤人可是我真的是没有恶意，我只是希望他们更好。可是我相信，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好了，可是我觉得可以更好。对，那更有专业嘛你不会哭哭啊？所以，感动，为什么很感动？你说说看。就是一想到以前的学习的那个过程虽然他讲客家话我听不懂，但是讲到不简单那个真的是不简单。听到不简单2个字就是不简单。对，因为我们师弟他比较辛苦，是因为他真的是不管是语言上还是长相上，都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他在台湾的适应是很辛苦的。那今天他非常有勇气跟着美军跟爱婷这样出来学习。那出来学着去跟大家互动，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可是我觉得很棒了，好吗？很棒，你会越来越好，所以不用那个我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做事情，因为这样静静的做事情呢，是可以让脑袋放松的时候，就是可以什么都不要想，然后什么也不用去思考，然后就点点的做，没想事情。我喜欢这样啦，不喜欢很吵。我汉芒读书都袂煮出来，听阿妹好呀，又唔系听阿妹好。阿妈讲嘛该菜用班煮嘛样煮，不过该下生活下辛苦啊，那又讲从你下讲学习嘛该都有嘛该学习，该下摸啊，些的东西都会自己种的啊，大部分都会抢出来啊。摸到ham啊，摸到猪肉啊，蒸那个蒜头啊。以前吃的很简单，是因为生活太辛苦了，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买好吃的东西啊。然后过年过节的话，就妈妈会煮啊。那虽然是有比较特别的菜，可是都是妈妈在煮啊。虽然工作很忙，可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煮晚餐，几乎晚餐都自己煮，自己煮的较好食。我老公准备吃饭了。不要，你要吃吗？不要，我吃饭就好。放那边好了，这样可以用。所以你什么时候去？今天晚上。对啊。几点去？
你不是要去电台，就他大概有那个时间吧。恁袂用个声音去图书嘛吼，所以根本就用个量衫。平常时安补时啦，去安补时样个话，拢都用习惯。平常时是当周时是爱量公婆听啊，拜六礼拜嘛用个量公婆，因为给拜六礼拜转阿公阿婆补卡。然后原本说这只鸡450，然后他跟我讲说，你是那个卖花的老婆对不对？少算30块。他就另外再多找给我30块。哦，就420。你们都讲是练公婆啦，对啊，都已经相处都像家人了，那为什么就不会再走向就是想要结婚的那一步？有啦，老公嘛袂讲啊，老公诶无卡人嘛袂讲啊，叫爸妈袂讲啊，希望结婚啊，去讲，如果结婚对女生来说啦比较有保障啊，那老公也想要给我一个名分，给我一个保障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在两个人相处里面不是最重要的。可以结婚当然是最好了，对啊。那如果我是尊重雪霞，因为雪霞我跟他说了应该有3次吧，然后他就觉得说，那这样子就没有说像他说的这么重要。那等到你哪一天可以觉得适合要结婚，那我们再结婚，就是这样子。我也就支持他了，就不会说像之前这样说。一直跟他说，不然我们来结婚好了这2、样。3年穷下吼，合得来較重要啦。結婚就是重視嘛吼，比如講結了婚冇嗰種咪合唔來，嘛窮人會離婚啊，錯冇？雖然講冇嗰種字嘛吼，2、3年互相照顧、互相扶持、互相尊重、互相幫忙啊，其實咁樣嘛無所謂啦。今天那么热，你刚刚晒黑了。我本来想说把外面先用。我要跟老板娘拿才对的。对呀，今天不一样哦。我们不一样。你喝呀？哎呀。这个饮料。哟。你买一大堆东西，哪边养哦？该素素哪边养？那个什么？我们有空都会这样聚，谢谢。有时候1个月1次这样。对。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没有原因的。像我们在印尼过年的话哈，都是用甜点嘛，做柜啊什么，还有汽水，还有些如果就是家里人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在家里吃饭啊，就会煮菜，煮一些菜出来吃。这个是印尼的沙爹，对，这是猪肉的，这个是烤好的，要淋那个花生酱。对，我们烤肉几乎都会做这个，因为小孩也是还蛮爱吃的。尝一下印尼炒泡面。给吐司哎，他吐司吃光了。哦，我们聚餐啊，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以家乡菜比较多。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比较想要吃什么的时候，就会许个愿的时候，这个晚上就有得吃了这样子。像我们印尼炒泡面是我老公最爱，然后每次聚餐的时候，我朋友就会一定会出现这道菜，因为我老公喜欢吃。你咋？你爱洗奶嘛吼，爱老公的奶，你读国小5年。只有是不影响他课业时间啊，我聚会原则上都会他都会在，就我去哪里啊，不然他一个人留在家，就是会带着他跟姐妹的小朋友一起互动。打我！有，他有跟我讲了啦。安妞啊，我们不是因为爱做些平常时也无喊嘛，爱对不对？根本讲无时间像安样讲，煮来食嘛该吼，啊，记得拢唔煮饭来食，啊，就是说都煮嘛该好食的都不拿饭来食，尤其是家乡菜啊，我不太会煮家乡菜，我会煮台湾菜，不太会煮家乡菜，然后大部分都是他们煮给我吃。
因为我们就像一家人这样。他们小气啦。对呀，你吃。我们已经非常入境随俗了，像这个3大节日，什么大拜拜，他就会准备得非常澎湃。对，然后艾婷也是，还有谁？露妹比较少啦，露妹比较少，因为这种露妹家啊，我也没有啦。露妹家跟没有来，她是把老公娶进来的这样啊？对，不一样。没有啦，就是已经很融入台湾的生活了，因为对呀，毕竟已经来这里20年起跳。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戴嘴巴。对哦。可是每次知道都是你比较多啊，几乎10次有8次哎。我也很想不要迟到啊。讲现在生活是真的是自己选择的啦吼。那当然做这个选择，付出很多代价。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一是别人的闲言闲语嘛，你要有办法承受。毕竟你就是离开家里的人嘛，除了闲言闲语之外，当然就是因为有小孩嘛，对小孩子的思念你也要有办法去做释怀，然后对啊，应该是这样子吧。可是没办法嘛，你这样选择了，你就是要去面对嘛，对啊。当下对我来说，我自己想法是说，我会希望妈妈她生活是可以开心的生活，去做她想做的事情这样子。我还很记得她那时候在客厅签那个离婚协议书的时候，我还在里面一直哭。可是就是我觉得，小五的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自己也应该要长大，而不是一直依靠妈妈。然后妈妈她有她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就这样子。那现在是2个都大了，一个上班了，一个读大学了。那他们已经去爱别人了，那也应该也不太需要妈妈有多少的爱。当然就是妈妈现在就是负责关心他们而已嘛吼。那小的就是妈妈这样就知道要该汇钱了这样哈。那自己家里这个是因为他还小，那不管他在学校里面还是各方面都很需要我这个妈妈的角色来帮他，就是大多的心思就会放在这里，这样这跟这个家庭里面这样。有时候想起来会觉得有点难过，然后心情会受到影响。可是就是有种现在去想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然后也做不了什么样的改变，就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对吧？就有种比较释怀一点的感觉了啦。它开花了，老公。这个。这是什么？扁什么？扁石柠檬啊。哎呀，它开花嘞。你看开好多。那浇水啊，你看它土那么干。来台湾25年，我觉得珍惜很重要吧。珍惜每一次跟任何人相处的时间。过去很多事情，造成了很多的遗憾嘛。那想说不要让这种遗憾再发生的话，就是你要珍惜每一次的当下，这样。去较爱爱，还不用爱，对吗？其实有时候放在心里也不错。其实不会啦，他还蛮常说的啦。我们认识之后，就是他早上要去工作的时候，他都会去，他就一定会跟我讲说：“老婆，我要去工作了。”然后就是会有 kiss bye。可是我不知道他以前会不会。对啊。对。不然我在说什么？不会啊，很自然啊。如果从選業嚟講，你係回來台灣也係留到今年。我是想講，我一定會選來台灣。來台灣你可以打開眼界，接觸不一樣的東西。我現在在做什麼？我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我嘛很確定我行的每一條路，所以我不會後悔，對，也不曾後悔。再一次的話，還是來台灣比較好。對。大家好，我係薛夏，我是楊忠，我來台灣25年。那非常感謝這一路來支持我的所有的朋友們，以及所有幫助過學校的朋友們。我希望祝我哋係生活咯，希望大家。
Hello， 谢谢。嗨，我真的谢谢你的陪伴，谢谢你的照顾。真的，我们要谢谢你一路的陪伴，还有啊，下次不要太严格了，不要放弃我们，我们还要爱你哦，爱你。嗨，老妈，不知不觉我也20岁了，然后就是这20年来很高兴有你陪着我一起长大，然后也很幸运有你陪着我，对，然后就是希望未来的每一天你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没有悲伤的事情。